假发还是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很爱 TV， 徐薇老师又教客家话喽，跟我念来。董事长有在吗？董事长有在吗？董事长，哎，这是董事长。董事长有在吗？在吗？有在吗？在吗？所以妈妈在吗？妈妈有在吗？爸爸有在吗？先生有在吗？哎，有在吗？就是人在不在呀？哦，董事长不在，董事长没在，没在，没就是没有的意思，没在就是不在哦。那我最近公文办好了，想给他看一下啊。亚天公文办好嘞，公文就是公文文件的意思，办好就是办好咯。办好嘞，就是办好啦。想本给看一下，想就是我想啊，本给就是给他看一下，给他过目一下的意思。好啦，接着秘书就讲了，你就拿给我就好了，我会给他哦。拿本爱做好。拿就是拿的意思，拿本爱就是拿给我，拿本爱做好就是就可以了，拿本爱做好，拿给我就可以了。爱会拿本给看，我会拿给他看。对了，很好，拿本爱做好，爱会拿本给看。那请问呢？董事长有才冇？董事长冇才，冇才嘅，爱鸦片公文办好咧，先本意看一下咧。那本爱做好，爱会本给看。我好感动，大家认真学了，按自信，拜拜。